大家好，我是罗生彪，今天要跟大家讲解补过酬供。补过酬供藏语叫嘎旺或康萨。补过酬供的主要作用是消除障碍，因此多杰雄灯仪轨中的补过酬供那一部分，就是消除导致我们经历贫困、匮乏、悲惨等情况的恶业的修持法。乍看之下，补过酬供的文字看起来充满血腥、暴力和凶猛，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这并不是多杰雄灯修持法专有的特色。在其他的护法，比如降阎魔尊卡拉如巴、吉祥天母帕甸拉木、大黑天马哈卡拉等等护法的酬供文里，也有类似的文字。因此，对一般人来说，在没有上师详细解说补过酬供文那些血腥、暴力、愤怒、凶猛的含义的情况下，就很容易产生误解，进而对那个修行，甚至对整个藏传佛教退缩、回避或排斥，甚至诽谤藏传佛教，这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补过酬供文里那些所谓血腥、暴力的描述的真正含义。对于补过酬供文，如果我们单凭着信念来修持，就已经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对其中含义有某种程度上的了解，那修持就会更有效了。我们一旦明白了补过酬供文里愤怒的呈现方式完全是出于多杰雄灯对众生的大悲心时，我们就能以非常大的前进心来学习和珍惜这项修持法。补过酬供之所以血腥暴力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要把我们的恶业拟人化。什么是拟人化呢？比如说，我们的贪、嗔、痴、执着等烦恼，确实很难去观想，因为它们没有形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烦恼拟人化，变成人形，那就很好做观想了。当我们透过补过酬供修持来观想和净化自身的恶业时，我们所观想的人形，并不是一般认知的活生生的人体。这个人形不是有情众生，它只不过是象征导致我们继续制造恶业的因，比如贪、嗔、痴、执着等等。所以，我们把它们观想为人形，好让多杰雄灯和眷属们能够为我们断除这些恶因。以下是补过酬供的观想法。我们观想我们的恶业化现为一个愤怒、凶猛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如山的人形。这个人形是阻碍我们修行成就的一切恶业和负面品质。然后，我们观想多杰雄灯和眷属们降临在这个人形上，并将这个人形分解成无数完整的愤怒供。这些愤怒供包括 argam， 也就是饮料。我们观想这个人形全身的血液都流入第一个碗中作为供养。然后是 pupae， 也就是花。我们观想一个翻转过来的头盖骨，在头盖骨中央有一颗心，心上有眼睛、耳朵、舌头和鼻子，它们对称地陈列在那颗心上。然后是 dupae， 也就是香。我们观想那个人形全身的骨头，除了大腿骨以外，全身的骨头被取出来焚烧，并将焚烧中形成的烟供养给多杰雄灯。接下来是 aloke， 也就是灯。我们观想那个人形全身的脂肪都被取出来，然后制成酥油灯，用来供养多杰雄灯。然后是 gyanle， 也就是香水。我们观想那个人形剩下来的体液，比如尿液、胆汁、脓液等等，都被装进碗里作为供养。接下来是 nevide， 也就是食物。我们观想那个人形全身的肉都被斩成块状作为供养。最后是 shabda， 也就是音乐。我们观想那个人形的大腿骨被雕塑成管状乐器来吹奏，把音乐供养给多杰雄灯。
所以在补过仇共的结尾，我们就观想一切恶业的划线都被多杰兄灯和眷属们全部摧毁。这个净化观想法之所以以愤怒和血淋淋的形式呈现，就是要训练我们不去排斥，也不去执着所谓的非愉悦的事物。什么是非愉悦的事物呢？就是和快乐相反的事物，那些让我们难受、恶心的事物，那些我们本能上排斥的事物。换句话说，这个修持法就是在训练我们不要起分别心。我们除了不要对美好的事物起贪恋而被吸引之外，同时也不要对恶心的事物排斥而回避，这样才能达到佛陀的平等心。有分别心即众生，无分别心只有平等心，即是佛陀。除此之外，这个修持法的另一个作用是让我们修出离心，让我们看着因恶业合成的身体，如同尸身法的教诲里面所说的那样被粉碎和摧毁。这个修持法的画面或许有血腥、暴力、愤怒、凶猛的性质，但它都是基于佛陀所教导的出离心的。就好像南传佛教的泰国僧人在坟场或一堆骨头前修出离心一样，叫做白骨观，目的就是为了放下对这个被误认为永久常在的身体的执着。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有错误的观念，认为身体是永久常在的，因此我们都会花很多时间、精力和资源在我们的身体上。事实上，这个身体最终会以死亡来背叛我们。出离心是禅修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真正体悟到了出离心，才能让我们的佛法修行变得真诚。体悟出离心是佛教三乘，也就是小乘、大乘和金刚乘共同的教诲。以上补过仇共修持法的观想就到这里结束。以下是多杰兄灯的补过仇共文。Home， 如恒河流，心血恶茄烈，灿烂根花，熏烟云密布。人胆香水，肉骨腿笛声。无漏甘露，大海喜纳受。其余妙玉以及七正宝，聪慧马象可谓毛羊犬。袈裟上衣坚固甲胄盾，剑枪利剑外内密所依。以此世间出世间共云，多杰兄灯一切傲慢重，怨愁心事衰败悉还净。由因我等为无名自在，三门所作过失尽所有。凡与护法心意相违者，一切知罪追悔心忏悔。又于大护法及眷属前，犯三昧耶成事共识等。我等行者所有衰败者，三轮无缘界中悉忏悔。所以，当我们念诵补过仇共文并做供养的同时，我们就能净化生生世世所累积的恶业。我们念诵补过仇共文的次数越多越好，可以在每次做功课时，按照情况的紧急程度念诵3遍、7遍或21遍。我们在念诵补过仇共文时，再配合以上所说到的观想，就是净化现前恶业非常有效的方法。念诵的次数越多，同时配合多杰兄灯的观想，我们就会越快看到效果。在寺院里，僧人们经常会集合在一起，用几天的时间来念诵10万遍的补过仇共文，因为它对消除障碍非常有效。持诵任何护法，包括多杰兄灯的补过仇共文，只能带来利益，它是完全没有负面效果的。所以，补过仇共文中那些超级血腥、暴力又恶心至极的描述，其实有非常高深的佛法含义的。大家了解之后，就会对这个修持法有更加强大的信心了。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想要学习更多佛法，可以上占都古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chenrumche.com/l/cn。谢谢大家。